坛艺术的窗口，评坛知音的朋友，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名家名片来赏识，每逢追慕西相逢，书迷朋友大家好。说起曹孝军，观众朋友都熟悉，他是江苏省评弹团著名的弹词演员，也是著名评话表演艺术家曹汉昌的弟弟。对，那这兄弟俩呢，都是我们评弹书迷崇拜的偶像。然而，这两位艺术家都分别离我们而去了。那么，为了表达我们的缅怀之情，所以在今天这14期名家名片当中，我们将为您播出的是曹孝军专辑，并一起来回顾一下他的珍贵作品《白蛇红楼说亲》。那你评弹家弟兄两个在闻名于世代的为数不是很多的，像杨振勇、杨振义、张建定、张建国，而里头呢是台词上档。像上海昌达曹孝军，一个是评话，一个是台词，但是呢，侪是其评弹家当中赫赫有名的评弹表演艺术家。没错。由于曹孝军先生当年啦江苏省评弹团为收追的机会不是很多，那么记得啦1997年啊，曹孝军重返故里，忙里个阿哥屋，而你收追电视史上呢，所以抓住了这个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，拍摄了专题片。曹孝军重返故里，追忆了当年已经不识月余的曹孝军先生阿拉你所追的身影。好，我们也请大家一道来收看这一段珍贵的录像资料。古城区内小河一岸，这种风貌依旧保存在这日新月异的岁月里，对人们，特别是那些经历过旧岁月的老人来说，更是激起了他们的一份怀旧之感。这里是平江区的温家岸。那一砖一瓦一草一木，对曾经生长在这里的评弹老艺人曹孝军来说，是那么亲切，那么熟悉。这两位踏出门来的老人，正是评弹书迷十分熟悉和喜爱的曹汉昌、曹孝军兄弟俩。曹氏家庭从小比较清苦，哥哥曹汉昌从小学评话，倒也有一份生意，还能养家活口。所以也有意让弟弟曹孝军拜师曹孝英学唱《白蛇》《玉蜻蜓》这两部书。曹孝军从小生长在这样的环境，有机会广泛接触下层的市民，熟悉他们的生活、语言和服饰，这对于他今后表演书中的小人物大有帮助。因此，曹孝军在《白蛇》中所起的3个药店小老板王永昌、王永林、陆奇峰，个性各异，栩栩如生，在书迷中留下很深印象。这一切都是他生长的这方水土给了他创作的素材。如今他已有10年未回老家，所看到的苏州变化很大，而这温家岸却留给了他渴望的旧影。在第一天门的光裕书厅，最早是光裕公所，是评弹演员当时的行会组织，有许多评弹演员都是光裕社的社员，曹孝军也是光裕社的社员之一。回到家乡，到光裕书厅看看旧址，怀念往事，再看书厅有谁在演出。作为一个评弹老艺人，虽然退休在家，然而他的心总是拴在评弹上面。正巧那天书场内上演的是长篇弹词《梅花梦》，由苏州评弹团葛文倩、石雪华弹唱，并传授下一代继承。曹先生坐在下面，越听越有滋味，因为60年代他在江苏省曲艺团之际，弹唱的就是这部书，并很使书迷着迷。现在他还能看到他的下一代再传授给下一代，怎能不高兴呢？作为一个老艺人，他希望所弹唱的书目能传下去，他的艺术能让下一代继承下去。他更希望我们的评弹艺术代代相传，发扬光大，能迎来灿烂的春天。梅花梦说的是苏州明朝的故事，其中的人物有唐伯虎、张陵，不如书中的地名玄妙观、红方巷，这让书迷既熟悉又亲切。同时，这些也是曹孝军先生所熟知的地方。曹孝军、曹汉昌兄弟俩坐在书场内听书，给场子增加了气氛，听众的情绪更高了。给场机会来看，我诚意分来着，最来嘛看看阿哥我，
那么把那礼拜4日开始，文章我是要回南京的，可以到高中了，大满头见面，我心里想比他考啊，最近买活梦，我在呼吸头发运动是比得很，不是我做得很，但是到现在呢，要做肉食，这73%的人，那还有一个问题同志了，那流浪了。为了让几人买活梦，还有发展，要有创新，啊，说的比我更好。还有，回到旧地，看看哥哥，看看亲属，望望老朋友、老同事。这都是曹孝军先生的心愿。那天，他与哥哥曹汉仓同去戏曲博物馆茶园书场，看望了正在那里演出的旧友张国良先生。旧友重逢，分外亲切。如今已80多岁的曹氏兄弟坐在下面，看书台上年近70的张国良还能演出，真是眼红，恨不能也想上台合说一回，以了心愿。无奈力不从心。回家以后，曹孝军先生亲眼看到光裕书厅、戏博书场，还有梅竹、苏州等书场都改建一新，心中十分高兴。况且听众要是那么热情，这真给评弹事业增添了美好的前景。难怪曹孝军先生回苏州后的身体状况明显好转，精神状态也越来越好。当年的说书人，而今却成了听书客，回苏州听了好几回书，正把身体也听好了。戏曲博物馆内的苏州评弹艺术陈列馆，珍藏着许多老艺人留下的财富，人们都爱来此一睹书院宝库。而像曹孝军先生这一代人的心情，又该怎样去描绘呢？在照片上，曹孝军又见到了许多老前辈、老同事，还叫得出许多人的名字。在馆内还能见到一些评弹艺人用过的三弦、衣服、扇子、醒目，所见之物又勾起了老人的思绪，勾起了他一幕幕难忘的瞬间。陈列室内还保留着当年书场部分原貌，曹孝军先生走上台去，反复抚摸，恨不能年轻40岁，再操三弦，给书迷唱上一曲，说上一回。老弟兄碰在一起就是评弹，话不断音，越说越上劲儿。他们对苏州评弹充满着希望和信心。这个四部诗呢，吕到现在，心想里把我柔，我心灵，我一门美好梦，唱出两声，感谢观众牵起我。关公，风铃带进兵，下大水。天下500名。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专题片呢，距今已经有10多年了，可以说是非常珍贵的一段影像资料。对，那老书迷提起曹孝军来，都会翘起大拇指赞赏一番，还真是一个非常有个性又与众不同的弹词艺术家。他说的书大家都非常喜欢，但或许我们年轻的评弹书迷对曹孝军先生并不是太了解，我们还是请袁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。好的，曹孝军先生呢是深受听众喜爱的评弹演员。但是那个从前的话也相当的出色。这年里是师从指定乡合唱评弹，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呢，学业未成，有时呢就导致收最低成绩，导致一名地下出谁员。不像现在，喂，您好，在这怎么样？可是辰光小伙子也招。好，真的。那么，让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，
不久呢苏州就沦陷了。所以为了不让把日本侵略者压力，李瑞带着的同事们离开自己的新疆。迫于生计呢，你再一次在上山营活泥，从此呢，就开始自己的时代生涯。所以讲，如果没搿一场战争的发生啊，也许后世来不会与时代浪向的上山军。是啊，那不是书坛的一大遗憾了。对，听了你的介绍，我们才知道曹孝军先生的从艺生涯呢，也不是一帆风顺的，也可以说是几经周折，终于圆了评弹梦啊。对。曹孝军先生的唱腔虽然没有自成一派，但却很有个性，令老书迷陶醉不已。的确，这个上山军先生那个天赋绝佳，嗓音宽厚。这期呢，以一场这样的张烈为主，后首来呢，你吸取融合了乐坛当中的一些音乐元素，所以形成了你自家特有的唱腔。那么虽然分成为流派呢，但是还是别具一格。让你演唱的开篇、领带乐特指中篇、拉拉派当中的礼乐的唱段呢，是最有代表性的。那我知道，一般的评弹演员都非常注重塑造书中的主要角色，因此呢，也常常会忽略一些书中的小人物了啊。那而曹孝军先生则不同，他在小人物的塑造表演上也特别的认真，而且是匠心独具。对，上山军先生不仅仅唱歌为人称的，一个识别表演方面呢，同样有很高的才艺。一个识别生动、寓意幽默，尤其手上表演一些小人物，为《白蛇传》当中的阿西、《玉神殿》当中的赖伯母、《神香里》当中的张三阳等等，没错，依然抓住个些人物的特征，既夸张又恰如其分的拿个些人物塑造得活灵活现，再配上你冷厉的面部表情，真正使人的神经得劲的。是啊。曹孝军先生从艺生涯的演唱呢，很多书目了哈。那除了传统长篇《白蛇传》《玉蜻蜓》啊，还有《秦香莲》以外呢，还演唱过很多的作品，能不能跟我们再介绍一下呢？好的，上山军一生当中演唱过很多个书目，除了《白蛇传》《玉神殿》之外呢，从上世纪50年代后，也演唱了新编的历史题材长篇书目，像《梅花梦》、为《对偶语》、拉拉派、为《西游记》啊、《杜尼亚》等等一大批的中短篇。那么，你让这些书目的演出当中呢，就有精彩的表演，从而呢为这些新编唱的书目增添了不少光彩。同样，这些新书目的诞生，还为你提供了多方面展示自家的平台，从而呢把你的表演艺术推向了一个高峰。像弹词《白蛇》是曹孝军先生珍贵的长篇保留书目了。那我们电书场也有幸保留了曹先生生前唯一的一段珍贵资料，那就是其中的弹词选回《红楼说清》。这回书是上个世纪80年代在苏州评弹艺术节上，他和杨乃真合作的节目。好，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。相公，一好，这啥地皮地路走个人出来，我当时在原来是这样。真是的，相公，你在自己做什么啊？那门得出打垃圾了做什么？我在张青红绿一脚啊，口声咋把你？非是在于哪里呀？你个相公，你还一如啊？真记得。离开呀！一口毛骨头弄一直的王子，我刚刚还会不客气。虽然眼睛当地这里面不得这个让离开了，姐姐，此乃是小姐的风尚。是啊。好啊，姐姐。怎样？你把句句委语，我要委屈了。问我他不是也做起账？我可是办法来追的。今朝那个追问我个媒人要做不成功。要没来嘛，随时让我做媒人呀，随便哪也是带着理想去的。相公，姐姐，你是哪里话来？我家在在于里边等于你哈住了，快到里边去受待吧。小姐在等于我受待。是啊。不妨事么？不妨事的。不妨事的。那么来讲讲。对看出来我身上没啥客气，姐姐谁是不是比应大？相公在哪来呀？是。那么先请临子续写进相门，对查出这么努力领导失望给你。
三公。姐姐。你稍肉片刻。哈哈。那么去谁来呀？哈哈哈。得，马中外头出气。看这个外甥啊，这样嘴子，一口哎呦，该靠人家不得了哦，奇葩多的结棍。市场里像个80才是最红不开王呀。还是一上去是一种那个口啊分那口的。虽然眼睛不大闭，但是口袋也口得仔细的。虚心，我开头想，接那事啊，背是神经亮。传飞，常为大力分发，不理想。那虚心真人想。水里向托着一大盘，盘里向是2份点心，一杯鱼皮肉么为一上2块，拿过来把领带拉下一样样包下，在大盘边上盖一盖么清一声。啊，三公，姐姐，快些去用滴肉吧。啊，哦，该告人家个地带还得1来水的吃个，一份牛的1份干，一上2块，一杯鱼皮肉。而这个中点心的口袋1斤口个7分70个，那1斤口蓝爸爸店里向1斤毛点心吃，那是1斤7盘多，还能吃送来份70个。味道总归蛮好，小气锅里，还上去，还别靠起鸡来吃，这欧吃。还是谁吃毛头，还是谁吃干？谁吃毛头没吃干，谁先弄了鱼干法。那么谁吃干没吃毛头，谁干发了鱼先弄一样的，谁吃个毛头吧？至少100汤，鼻子下毛100肉，吃这2个毛头7块干吧，1块干不但是里向么实在人不够。一口么上1辈子，不能再吃吃到狼疮不能讲也说闲话，也看不起，我上快1个。呀，那不吃个叫三哥。姐姐。真在用啊？吃不得了啊！你虚呀客气呀，我家小姐们在意吃够的了呀。哦，你这才是在吃狗的了。对，你都来这吃狗子了。来讲是我吃我那个米当饭吃个坏，他们3个我吃这个好的饭的。等他吃下是都是姐姐呀。不干是的，那么眼睛落地么子，盘里向放一放还不会在啊，三公。姐姐。你稍等片刻，那么想请小姐下来。好吧，哈哈哈。请娇娇带你下去，不放一放，他们眼睛嘚上来。谁的把孙正刚是许相公已经来在，一定让师傅给你点心啊吃狗在，在家里哎呀我去拔拔腿吧。把孙正听见是许仙来，怎么心里想没靠谱？说你们你脚步谁么谁在俺来人在俺打一刀，要已经这来了呀。可怜人品灯亮那个中美男子嘛，在家妻子爱慕之心，也想到自家的终身脱不离。这小青青已经刚好在，许仙一来嘛，来做媒人，所以男子要准备好，那么就去吧。请家家车子里嘛，过来，带
给到书房门跟随么先进去弄门里花，写下他们黑上，都叫小子来了啊！其实也进得起来口，一口闷。希望我可以进那个为写家鼻子说压力下走廊下真也别致，眼睛强路上的啊，小子，小口引子小子，不给相公奴家备服，都是小子。相公亲手你说小子亲手的呀？两高的说不定我来不亲家家，重新派子两位数，在廊下画一画海。谁知过来么些家生不比一里一到水眼里一插嘛，把孩子高子在那边上老听讲着。就是啊，东南京，刚上不知难刚发了，谁都从那走廊下么里头门口我分门街里头，那么里头是个哪个他们个跑堂个头名高个写只要不知难派对法子，你做生意个派对不咋对不对？你想别去过来试试看。小子，相公，请问小子，府上可是奏举赛令？哎呀，不让去呢，府上哪里？啊哦，来日对人等我配对，门个屋里啥然后，再加上我哪说话呢？我那四川我没在山东东西。可来日的那个真叫个美人也做不成功，不要吓得了带出去的。那么这还是句话子啊，相公，对奴不给亲家。那神功是啊，好地方啊，好地方啊！请问小姐，临政大人作何贵呢？哦，问我要做啥个生意的？不瞒那是爷娘了，那少大伙自家的分钱。那么有心说句话子，要做啥个事情说出来，要跟现在屋里向个爬堂相称的，一周年的没有在。啊，相公。小姐。是今两个人忠贞的七真小子。好说。请问临政大人真心大名？他们虽是邻家不如芳，不如芳，不如芳，也是八个，也是有个，也是芳的，咋加个同理名字？临政大人而且永远哪里呀？哦，门路要了少让户走过，哎呦，一个主的不能合适的，我带上了那妹妹让户，那么一打听不个对人个嘛，自己就要抽办的啦。一周年的么有着，有心实力子里么拉单子，相公。
走是上场，真的为不救去一位大英雄啊！谢家一想嘛，不能再说了啦。这是我去的为呀，等我佩戴了，可金官们等啥辰光呢？放起留下来，亲家要等我做美人了，我等了边浪向嘛，总归不大好意思，还是要趁这个机会追他子吧。长得美像，好像其实自家也死得美，做你们眼里嘚嘚哭出来着。哎呀，对啦，马正啊的一个吹的呀！啊，世界上出这个美丽，他不应该太太直播剧里弄出个同事机来。各位现在靠近起这个本事叫我当来着。那个不样子，所以这个他听书方面听到一半了，要唯一部分听到了。一口我分海，我的为个河水了海了。啊，姐姐，是相公，想你家这台老鱼，就是沙场真是一位大英雄。是啊。哎，你家太夫人呢？啊，这个嘛，那门在楼梯那里子就哈。那门楼他夫人那哈嘛，我见侬哪说法呢？刚刚三家说个才是巨话，那么那三家格来呢不作声。今家呢，我来也是巨话，得了路上向也谁等我商量哈呗。跟你说起来，听家讲，我是在沙场后嘛，马着马的追着去，那么你哪理我去？那么我是为农家呀。哦，现在你一追的，那么喊我哪讲法呢？这一想嘛，哈三家聪明是聪明的。哎，门里呀，那哈么的是死特的，这个办法顶还呀。这死特子么是你说他们的啦？那么你现在问我他夫人那哈嘛，我还来用那个办法，你门一个我死一个，门一个死一个，死光子么都不说他们的，对的。啊，相公。姐姐，你们都家太空人嘛？是啊。那。这个美丽也门那个是你的，想你家这台老鱼几位琳琅公子呢？民风几代后世香，不本你自个，怎么看见能中来斗？你几位千金小姐呀？谁是发财？谁是方才这位小姐？是啊，我家这位小姐是好的呀。好小姐。你家内子把家事不容易。各位小姐年纪个上轻，面孔个上辫子，个上一高大人高，要一口子唱不容易长子。啥有几岁？姐姐呀，你家小姐今年多少青春啊？啊，跟我家小姐嘛。是啊。对你妈妈问你小姐个年纪啊，可是不能赖着跟你讲，赖着跟你讲不太虚的，嘎嘎就是今年1384岁。你看我小么小，589岁的。不还赖着是该，是只是每年做不成功。那么有心在讲10句，还得说你手拉这里佩戴个呀，门里几岁你是18岁，那么我随我三家个年纪，说得里一样的孩子。啊，相公，小姐青春能嫁儿娶，18岁。是啊。好俏话。好巧哦！巧岁什么啊？巧岁什么嘛？我18岁呀。啊，你是18岁。姐姐呀，像小姐叫人方便你。哪？素贞俩是得归。素贞真日的，也是8个
也是说的也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这个名字大家都没好听，不是安排清了，不管那啥子，不大概18岁，什么是门马虎哎，但是越想门嘛就不够门，别轻易光，啊，自己想有点当个人，姐姐啊，三哥，你家现在口人拍？拍什么？拍什么？拍。别门拍清，让你们这个来进去光那么样子的，分门分牛啊，口人啊？拍什么啊？拍得殷勤啊！对里看看，大理来这里不见得是个闲话的呢。门前三家安排进来分配来，本来我是要做媒人，来一句我说上来嘛，吹马去就是吧。这个相公啊，说啥人情上京，归公正在手中啊，18岁就外分拍清了，得奇怪。姐姐呀，你家现在有的时间会不会拍得殷勤？这个嘛，对个，18岁的小姐标标志志为啥会分拍清？我是讲他们哪里做来？哎呀，相公，你欲手不及呀！是，拍清人不知几户，门开大你的了。飞下你家县子也拍得哪一位皇神公子呢？我家县子呢？为人家无夸，当日那家庭谋凑的不行啦。为人家把自己三妻四妾无所谓，不真的夫妻俩搞的也，这是你家小姐要拍真什么样的人？他是最好家里头进去看啊！哎呀，个小姐的杨妈妈去跟踪了，说隔壁。哎呀，姐姐啊，今天可是空的呀！他姓刘。拍不上一年了，是也叫想得通。3年嘛再好，夫妻俩目的一定得了一单。谁是嘛姐姐啊？口呀先口比你家先最做外卖。这样差异在哪里做媒人子啊？飞下你家先姐姐叫真实模样一个谁？问我也讲哪样子一个人，那么今家这里屡屡不想，所以哪里个人来说是可怜阿婆啥个？相公，我家三姐也嫁一个嘛，真是我两个人。他呀生拉生，对，要人也来着，话的也可爱个。在你有密码，有的没有个。在你东一记，我瞧着大哥这不是，在心我开心了呢，才是我，姐姐呀，许得出笑话。哎呀，相公，那是与你讲了吧？怎样啊？我家这位小姐呀，说啥激动？
什么？你得心急来哇！哎，你是讲心急，我披上也没的。熟人居中，黑中你要什么？你那也来着了哈？为了我今晚也难够了。你其实俺西瓜在哪哈子呀？你不应该这个那个青果留着啥的？姐姐啊，你许得起这哇？那是真的呀！谢的是女兵家配神能耍。小子配给我？是的。姐姐啊，怎样？你们农场。怎样啊？我真心养得我你们最为人。哎呀呀，相公，姐姐，这个不防之的，怎样不防之的呢？我家姐姐们люб于家财，不让你养我的呀。不让我养我的。哎，这种比例搞不得落得他，不来搞。所以什么姐姐？怎样？但是要可伟大家族，与我家姐姐既然商量一句，为媒是亲。哎呀，相公啊！你的后边呀，这大大兵亲姐姐，他是本是两人家西路墙。可是啊，对，你个阿姐要是觉得个张姐写得了牙子也写他这了我觉得了，这说我不到了。你想谈到个种海高部，我在生两人这边谈高部，养高部的本长不落得来炒高子，谁是不是自己啊？我一品理呀，品里是不一样的呀。我一品理真正反有理。我一个日的那个品里的不能吃个吧哈？哎，先亲戚你看么鱼子，比浪下给还一把3、4厘个呀。哎呀，三哥啊，品里面带鱼了。哪里来？你看呀，一把鱼3么随手品里吧？不来的，可以采买好的，炒高吧晒它，那么我讲，不好的呀。哎呀，相公啊，你看那一天云带春光寒，金香真哈是东方。你开始音乐了吧？来不及的呀，来不及的。赶路大要人情，我太太里向一趟我只给生意的小东西，让他只耍个名堂的。但是为时一想，下家说个非我懂你的呀，非为了不得太太的顶晒他那个瓜子，红雷射青，大吃一说，这同志们真气的。好，观众朋友，这期的名家名篇就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收看。下周同样时间的名家名篇呢，我们将为您播出的是弹词名家侯丽君专辑。